曉晴不斷喺手機瀏覽關於災難嘅新聞，去到夜晚凌晨都瞓唔着。佢不斷回想起自己目睹火災嘅現場環境，去到朝頭早都冇嚟精神，因為一直掛住經歷火災嘅朋友。上堂佢都會心不在焉，有時都會失魂落魄，唔知自己要去邊度。佢都唔知點解，總之就冇晒心機。佢覺得冇咗以前嗰份嘅快樂，亦都覺得唔能夠如常生活。曉晴覺得個心好痛，好難過。媽媽知道之後就同曉晴講：你可以放心將心裏面嘅說話話畀我聽。曉晴決定將心裏面嘅感受用畫畫嚟表達。佢亦都記得有人教過可以放低手機，深呼吸，靜觀，照顧自己。曉晴喺公園見到一棵幼苗，見到生命嘅希望同韌力。青少年已經有自己嘅諗法，相信自己可以好好過，唔受情緒影響生活。